随即新闻，赶快提醒咱乡亲一定要留神兼注意。若是讲厝内有6岁以下的囡仔，千万唔通让一个人住伫厝内。新北市南口有一个呢粗心大意的外公，因为落去楼骹领挂号批，闻到伊呢落去领，结果呢伊摕唔到锁匙。8个月大的查某孙啊，突然反锁伫厝内，这个外公呢惊一条，赶紧敲电话救人。相对甲救护人员赶到位，才将这个查某囡仔甲救出来。 消防人员提破坏器材，甲铁门击开，因为伫这间老厝内底有一位8个月大的查某婴，互阿公无细意锁伫厝内底，一分一秒拢真紧张，因为厝内查某婴哭甲足大声，阿公讲拢是家己急要落楼提被，无细意才甲囡仔锁掉咧。屋主的同意下，由消防人员进行破门，警方在旁接护。 破门后，所幸婴儿安全无虑。其实像安尼状况嘛发生过几若摆，像无细意甲囡仔锁伫车内底。警方特别提醒，依照《儿少法》第51条，6岁以下囡仔袂使一个人伫一个所在，啊无就有可能罚款3000块到15000块。好加在即摆经销人员动作真紧，嘛互阿公知影后一摆爱较注意咧。